今日今天访问的是民进党提名嘅屏东一中长线员潘孟安参选人，您好。你好，我是潘孟安，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平安。我是茶厂的潘孟安。委员，其实您在屏东已经耕耘很久了，可能快20年了。那您对屏东一定是非常了解。屏东的客家乡亲其实还不少，大概2成3。您对在地客家的了解是什么？其实客家有很多深层的文化，在屏东六堆而言，在传统的六堆客家里面，大概在屏东有占据8个乡镇，但是还有非常多散居的，比如说在屏东市的河婆，早期从广东移民过来的河婆客家，这个他们有非常多特殊的，跟我们六堆是不一样的，甚至在口音上也不大一样。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已经比较散居在各个乡镇的。像万丹有少部分，或是我的家乡，我在茶厂很多的客人呢，但没有一个会讲客家话，就是我在茶厂的同补保利，包括甚至满洲的里德、满洲乡，都是这样一个移民下去呢。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恒春半岛的客家朋友经过移民之后，没有一个会讲客家话，反而我在花罗学校来教他们讲客家话，帮他们组了客家的一个协会，来进行母语的教学，甚至把一些原来在客家旧三山国王庙等的这个旧习俗，迎新丁这个等等这些民俗呢，在得以一直持续在延续。六堆其实现在慢慢受到注意，也比较我们说有名有知名度。有些人会说，屏东的客家就是六堆。那现在也有中央级的一个六堆客家文化园区。那一些乡镇像竹田也有客家文化会馆。那未来如果您当选县长，您觉得以这些基地出发吗？那要怎么去传承跟推广我们的客家文化？其实我们非常乐见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在屏东的诞生哈，但是坦白讲，现在比较遗憾的是，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在早期我们的规划或者想法里面，它不单只是一朵红花，更需要旁边的带动旁边的整个六堆的客家乡镇。不过因为六堆园区它是国家级，那其实就是中央所管。那未来如果您当选县长，是有办法让它变成您刚刚所说的心脏，然后跟其他屏东在地连接吗？这得看中央政府的政策。当然，未来的屏东县政府当然要极力来争取，来跟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做紧密的结合。那如果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可以交由地方政府来管理，那当然我们更是期待说，这个园区由屏东县政府直接来管理，在地有能力可以管理吗？对，在地的来管理的话，我们认为我们会比较了解地方，比较活络。但我们不是说各委会完全不了解地方，只是因为他站在园区的角度去经营，这个我们尊重。但是在屏东县政府未来的，我们站在地方的角度呢，是思考的是完全不一样。不是这个园区的存活而已，是这个园区所散发出来的热量，能把它导引到这个内埔、万峦、新皮，甚至往左边的这个竹田，甚至北边的林肉，甚至到最北边的长治，甚至高树等等这些乡镇，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串联性的。农业县要发展真的是很困难，就是可能现在的潮流并不是要硬往工业发展了，而且你又要留住农业，那又要让年轻人回来，所以宁波化蓝图里面是不是其实它的产业的发展并不是就是工业想象？屏东因为民国60几年长期被划定为农业县，也因为被定了这个农业县，像孙悟空的金箍咒一样，哭了，整个把屏东的一个发展给掐死了。那当然有好有坏，所以你看工商业到高屏溪止步。那好的就是说开发比较慢，那坏的就是说因为这样长期的一个南北失衡，让我们农村人口容易外流，那这必然就是你要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契机呢。未来我除了极力跟高雄、台南来共同建构一个南高屏生活共同圈，
我们希望透过区域治理共同分享、共同竞争，然后也共同合作，包括原台南县、原高雄县跟屏东县的地理位置、物产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共同行销来压低成本，创造国际竞争力。我们可以从工商的招商，我们可以从这个物产的行销，或是从观光国际行销，基本上这些都是我们未来要主推，防止被边缘化的一个诱因。第二个呢，当然工商业也免不了，只是工商业我们没有，我们当然大型的工商业进驻，我们当然乐观其成，但如果大型的工商业没办法进驻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辅以的是创立微型的中小食品加工业，因为屏东是一个食品非常这个食品加工非常丰盛的，而且屏东有非常丰富的农渔水产等等这些产品呢，基本上我们除了让年轻人来从事务农，未来我在农业的部分上一个加值加工，另外呢也鼓励年轻人有创意的年轻人。他们可以透过非常多的行销管道，透过非常多的网络平台，去创造无限的可能。屏东的蓝绿的版图，这10几年来还蛮稳定的。那不过之前的搜水油事件对屏东县政府有一些的打击，那加上您的对手主攻的可能也是说，民进党执政了17年，那想要翻转。那虽然您的选情其实民调一直都是很超前的，那您这次是怎么看？我个人认为，要怎么翻转，或是怎么任何的选举政治口号，基本上那些都只是一个一时的选举的图腾。我相信屏东县民有他的智慧，他会相信你长期在这边，尤其屏东幅地辽阔，33个乡镇市，464个村里，如果你没有走过一趟，如果你没有走过一遍，你没有上山下海。你没有一走再走，你真的听不懂基层的声音，而且你没有一走再走，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问题的所在，人民的需求，地方建设的需要，我认为我们都已经，这是我在选举里面，我认为我最大的优势，因为我这个地方太熟了，我也经过屏东县民20年的检验，我随时在这边一直都在，所以我没有什么荡气回肠、惊心动魄的口号，我只有很平实，是每一个屏东县民共同的梦，叫安居乐业。这是我一直对屏东想足够去尽力而为的一个地方。